来看桃园罗德区有一间含政府签约幼稚园，互家长指控昨下晡呢3岁囡仔无困到，就伫遐吵，就一名教保员甲囡仔扇嘴皮。家长讲这幼稚园佫想要私底下解决，毋过目前已经报警才被提告啊。教育表示初步认定这个教保员有不当行为，也要求幼稚园随该调职，未来也会调开审机，看敢是真正有不当管教问题。那看监视器画面，家属气甲提出质疑。伫困觉的时间，囡仔无困去，发出声音。教保员徛起，毋是好好甲阿好困，是家伊的面扇几落下。为中昼到下课过至少3点钟，3岁查某囡仔伊的面红搁肿拢无消去，佫会当清楚看到掌印。家属询问园方，佫去有恐吓，不准对外讲，毋再去找民代来协助。我们先陪家长到幼儿园，家长看到这个画面，气愤难平，坚持要提告。结果幼儿园居然拿出老师的悔过书，要求家长来原谅老师，再给老师一次机会。家庭保员幼儿园若无甲涉案的教保员停职做调查，颠倒替老师写的悔过书，争取因原谅。家长伫个表明立场，坚持提告了后，园方才照规定向主管机关通报。经观看录影画面，教保员确有不当行为，已令该员立即调整职务，并不得入班。案发的幼儿园是伫桃园市路德有准公幼的资格，当地教育局回应，在伊举报了后，已经介入了解，12嘛去查察，只要审议认定牵涉到体罚也是不当管教，会当依法裁罚，教保员会面临上当终身袂使搁教。政府就是在扩张量的同时，也应该在准公共化品质上面给予相对应的监督机制，才不会让我们的家长受到政策的引导，但是孩子却没有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照顾。除了教保员欠缺正向辅导能力，监管基金会佫点出，准公幼有政府伫背书，相关主管机关确定量的时阵，嘛都爱甲品质顾好。实际敲电话向园方，敢若表示还佫伫个调查了解，暂时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